呢個視頻係我由網上搜集到嘅鰂魚涌同埋西灣河區嘅相片，經 AI 賞識，然後再利用 AI 製成嘅動畫做成。我喺東區出生同埋長大，我父母同埋我自己初期都係喺太古船塢工作，對東區都有一啲嘅認識。講起東區嘅早期發展，就離唔開太古糖廠同埋太古船塢，呢兩段就係太古船塢嘅高空舊影像。太古洋行喺1881年向政府投得鰂魚涌一帶嘅土地，就開始計劃興建煉糖廠。當時嘅港島東區仍然係一片荒蕪。太古嘅進駐徹底改變咗呢一區嘅命運。太古洋行喺1881年決定成立煉糖廠之後，佢哋開始喺鰂魚涌區大興土木建立一間糖廠。糖廠喺1884年正式投產，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、設備最先進嘅糖廠之一。呢張就係太古糖廠面向英皇道方向嘅全景圖。太古糖廠喺1891年已經僱用咗1500至2000個工人。呢個就係太古糖廠嘅海上碼頭，佢係用嚟利用水路出口成品糖去國外用嘅。喺2次大戰期間，糖廠嘅廠房曾遭受到嚴重破壞，最後喺1950年重新投產。至到60年代，太古糖廠成為香港唯一一間嘅煉糖廠。喺糖廠運作咗約20年之後，太古喺1901年開始喺鰂魚涌興建太古船塢。喺1901年，太古就開始大興土木、移山填海，建設太古船塢同埋佢附近一帶嘅道路同其他設施，其中包括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棟3層高嘅紅磚屋，作為華人員工宿舍。佢哋仲起埋宿舍之間嘅街道，呢啲街道都係用太字命名，例如太長街、太富街、太寧街、太康街等。太古船塢嘅建設由1901年開始，工程歷時8年，船塢喺1907年落成啟用。呢幾個就係太古船塢喺不同時期嘅高空影像。1907年落成同啟用嘅太古船塢規模宏大，曾經係遠東最大嘅船塢。佢嘅造船技術同生產船隻嘅排水量，當時都係同日本齊名。1910年，太古船塢建造咗第一艘蒸汽船沙士號。呢度就係太古船塢嘅東閘入口，佢係通往太古船塢寫字樓同埋各個船塢工場嘅主要入口。呢個就係太古船塢上班時嘅情況。由於工人分唔同時段入閘，睇嚟都比較有秩序。入閘呢個詞語當時就係代表上班，但落班時呢就唔同啦。由於人人都趕住返屋企食飯，人潮就比上班時擠擁得多。太古亦有提供宿舍俾佢嘅僱員，其中包括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幢3層高嘅紅磚屋。呢啲宿舍都係用好平嘅租金租俾佢嘅僱員，所以絕大部分太古工人由船塢返屋企嘅距離都係好近，通常來回都係行路，唔使乘搭交通工具。隨住太古發展，佢嘅員工數目亦都越嚟越龐大。為咗要吸引佢嘅員工留低安心工作，太古亦向佢嘅員工提供好多福利。除咗我剛才講嘅員工宿舍外，仲有其他。包括喺1923年開辦嘅太古義學，後嚟改名做太古漢文學校，
提供免費小學教育俾佢嘅員工子女。其後，太古喺船澳附近陸續設立福利會、員工診所、運動場、游泳池、戲院、員工茶樓、商店等康樂設施，形成一個自給自足嘅社區。太古亦都自建水塘，供水俾佢嘅員工宿舍。1963年香港市民要捱4日供水一次嘅情況，其實我哋太古員工係冇受過嘅，我哋最差日子都係隔日供水。仲有我哋每日都有淡水沖涼，至於點樣做到我就唔方便講啦。太古船澳落成嘅前一年，即係1906年，太古喺西灣河臨海地帶興建8幢3層高嘅紅磚屋，同埋屋之間嘅街道，作為華人員工宿舍。呢一張就係西灣河區員工宿舍嘅員工圖。呢棟員工宿舍前面嗰條就係太長街，呢條係太寧街，而家呢條街已經冇咗啦。當時應該係盂蘭節，所以見到有個做木偶戲嘅戲棚喺度。呢一個係由海皮方向望太古宿舍嘅景象，但係呢個海皮今日已經變咗做陸地一部分。呢度係太古員工宿舍內部天井嘅景象，用而家角度睇就係污糟同埋混亂，但係當時就係好多人嘅安樂窩。隨住西灣河嘅人口越嚟越多，西灣河就慢慢發展成為一個略有規模嘅社區，包括各種形式嘅商店、食肆、街市、商業街等都開始出現。呢個係由太古船澳東閘望向筲箕灣方向嘅景象。呢個係由當時嘅西灣河街市望向太古船澳方向嘅景象。當時嘅西灣河街市就係現時嘅筲箕灣文娛中心位置。呢兩間雜貨鋪就係而家泰安樓大家樂快餐店嘅位置。呢個露天街市嘅位置就係而家泰安街。泰安街其實就係清理咗呢個露天街市後而建成嘅。呢條係早期嘅成安街。當時嘅明渠仲未改為暗渠。呢條係後期嘅成安街，當時嘅明渠已經改咗做暗渠，路面比以前寬闊咗。呢兩張係1970年後嘅西灣河景象，當時我已經開始出嚟做嘢，好多時都自己一個人喺呢處行走，印象比較深刻。除咗西灣河區外，太古喺鰂魚涌亦都有大興土木，包括將鰂魚涌嘅水引過英皇道，再由濱海街出海。太古喺鰂魚涌亦都有興建太古員工宿舍，包括4棟3層嘅紅磚屋同埋2條街，分別係東街同西街。途中左方嘅一條登山吊車係1892年太古起嚟，俾佢啲外籍員工上筆架山療養院作休養同度假用嘅。呢個就係由鰂魚涌太古宿舍行出英皇道向北角方向望嘅景象。
呢個就從一個反方向由英皇道望向鰂魚涌太古宿舍嘅景象。呢度就係鰂魚涌太古宿舍嘅入口，佢嘅位置喺柏架山上山路口嘅左邊。呢幾個就係鰂魚涌太古宿舍東街嘅景象。呢度每棟樓分別有16個單元，我嘅故居就係喺右方嘅8號單元，差不多就係街中間嘅位置。街嘅盡頭嗰座紅色建築物就係太古漢文學校，喺呢區居住嘅太古員工子女，絕大部分都係喺呢度讀書。宿舍地下嗰層有一啲地方係用嚟做商鋪，佢哋主要嘅賣一啲日常食物，例如早餐粥品同埋麵食點蔬菜等。而家呢個地方叫做西閘，即係現時嘅基利路同埋船澳里一帶。當時呢個西閘係太古船澳除咗東閘外嘅另一個入口。呢度嘅主要建設係一啲俾太古高級外籍員工住嘅宿舍。呢度重起咗一個3號水塘，用嚟供水俾太古宿舍。喺3號水塘上面嗰一座紅屋就係士丹利台。太古喺1923年開始開辦太古義學，義學嘅位置大概喺而家嘅西灣河太長街。後來太古義學搬咗去鰂魚涌，改名做太古漢文學校，繼續為員工子女提供免費小學教育。我係太古漢文學校嘅1965年畢業生。呢度就係太古漢文學校，而家應該係朝頭早上堂前嘅早操時間。當時要喺操場先唱校歌後先至可入課室。呢張應該係1960年左右嘅相片。學生嘅校服並唔整齊，乜嘢款式同顏色都有。呢個應該係放學時嘅情況，應該係比較後期嘅，因為從學生整齊嘅服飾同埋統一嘅校服睇到。學生放學只需跨過鰂魚涌上面嗰條橋，對面就係佢哋嘅屋企啦。呢張係1965年嘅照片，當時一班太古洋行嘅大班嚟我哋學校做探訪。當時我讀緊6年級，佢哋行入嚟企喺我面前，嗰啲外國人身材高大，我當時嘅感覺係佢哋好似一個巨人。當時嘅情況，現時仲係歷歷在目。